过2礼拜就要过年咯，不过若是囡仔人讲到一摊厚厚的歇寒作业，可能就真正歇甲真甘愿。台北市自2015年废止国小歇寒歇热作业的实施要点，今年佫继续推动自主学习2点0，希望让学生家己去找有兴趣的主题，家己安排做功课。 台北市教育局办日颁奖表扬旧年代表台北市伫全国语文竞赛摕到名次的参赛者，其中一位伫台基朗读到顶个高中1年学生杨凯兴，阿爸是英国人，阿母是台湾人，是英语和台语的双语家庭。但是伊颠倒因为台语罗马拼音的关系，上接和阿爸做伙练台语。虽然讲阿爸是一个外国人，不过即摆台语拢是用罗马拼音来讲，所以。 变做是阿爸会使教我做伙学台语，变做是讲即摆台语拢是我甲阿爸做伙研究。若是我有袂晓的，我就会摕互阿爸看，伊才用伊会晓读罗马拼音来甲我教。 另外，伫台湾足球拢读到顶个蔡依林同学，伊讲因为伫比赛文章定定会读到原住民的故事，所以寒暑假拢会主动安排原住民文化的学习体验，嘛会当报道听阿嬷和时代学讲足球。有老师讲，这也是台北市今年开始推动自主学习2.0非常重要的精神。我的祖母啊，就已经90多岁了，在她还在的时候，好好陪她，然后也有一些文化的，他也会告诉我们一些故事。我们讲说，猎人学校啦，猎人学校里面他会传授一些过去狩猎怎么狩猎的一些工具，哦，它的器具怎么去制作，怎么使用，啊，或者是说比较能够很正确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语言。 即卖学生的寒暑假作业和英国爱写一大摊功课是真无共款。老师表示，像安尼学生主动去规划寒暑假作业，唔但对文化传承有真好的帮助，互学生家己去找到有兴趣的主题，对生涯规划嘛是一种真好的练习。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